蔡总统针对家己伫这场的政见会一直互点名，伊讲伊的声量上大。若韩国瑜讲台湾要做塔拉，蔡总统讲塔拉的比喻真歹理解。但是高雄市政府的状况真多，也是爱甲算算较严嘞。反政府反毒有功人员蔡总统重新防治毒品3年有成，听到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政见会，有讲到伊有话要讲。在辩论的时候，好像我被提到的机会最多，所以我的声量最大哈。那广告时间好像是郭董事长的声量最大哈。我看是花了不少的钱。经体完过台明了，总统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讲到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台湾唔通做棋子，爱做塔拉，讲会使洗身躯这句话，蔡英文总统真正听无。筛子跟洗泡澡这件事情很难理解了。不过我们这个高雄市市政府倒是要把栓子拴紧一点。蔡总统讲的就是高雄市管局局长潘兴旭进前出席基丁温州的小三通。近来高雄也出现了很多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情恐怕是因为这个市长在忙其他的事情，没有放心力在领导这个市府那市府确实要把发条上紧一点。对上国民党总统的可能人选，蔡总统一律回应，要何这可能参选人初选未曾过关，就成输伫起跑点。